播放清单，影片播放次数是怎么找到这个画面的？从 YouTube Studio 工作室 ，YouTube 工作室进去找，有没有找到内容？要找到底下那一排第二项红色的内容，然后再找那个右上方蓝色播放清单，有没有？按播放清单，现在就是播放清单的位置。夏阳上帝庙道静活动，总观看次数5684，影片数右边影片数281部，还有新岭龙胜宫的庙会总观看次数第一名3万多次呢，有没有看到？3万多次啊！盐水护壁宫的1200多次盐水护壁宫妈祖庙绕境活动，